綠色嘅。我係客嚟嘅，真係。都要理你啦，點可以唔理你啊？你係不能 ignore 㗎，喺網絡上你嗰啲回應啊都係好搶眼㗎嘛。少少啦。有冇嗱？我想問啊，你都真係喺網絡上咧近排，總之自從 Fresh 發明之後咧，你又老是常出現啦。咁呢個係一個新嘅方式啊嘛。有冇一啲即係好特別或者讚親同Mirror 互動嘅方式，你係覺得哇好過癮，好特別嘅互動嘅方式係出現？我發覺我應佢哋 Fresh 嗰啲佢哋好開心，即係我亂咁噏，即係可能影到我 piece keep 啊嗰啲，佢哋就好開心。我都係亂噏嘅其實，或者我覺得幾好玩啊！係嘛？即係一啲完全或者一啲完全唔關事嘅 post，你一嘢路過留言，就會好驚喜啦。即係咁，即係好，我覺得即係大家都，即係我又好 surprise 會見到啊，咁即係佢哋又好 surprise 會見到我留言啊，咁我覺得都係好玩，即係好近一個距離，我覺得 Fresh 裏面嘅感覺俾我。係真係好開心，而今次見面制其實距離都係相當之近，近到爆啊！近到爆，喺咁近再面對。我聽講尋日做爛事啊！係咩？係真係做爛事。冇爛，個市冇爛。冇啊！你哋梗係冇啦！冇爛到。我諗住人少少福利多啲，哇！我就嚟長個姜濤啊！真係。冇爛到，冇爛到，做翻自己得㗎啦。OK，係嘛？得啦嚇。你哋唔好怪佢，因為佢做我諗佢做到6點都未做，所以你哋唔好怪。冇嘢。但係真係咁近距離，唔使靠文字路過，直接喺呢一刻有冇最想同佢哋講嘅嘢？我尋日講咗一個 version 啊，係講一個留翻俾尋日。我今日咧就尋日好近距離見大家嘅時候，我就有一個諗法，就我覺得好開心嘅一樣嘢就係，首先我好近距離見到大家，因為好少因為多數我哋喺台上面就見到好多個你哋啦。咁但係逐個上台嘅時候，真係見到獨立過你哋嘅時候，喺你哋眼神嘅時候，我就會好多時你哋會分享你故事俾我聽，就話可能屋企有啲自己家事啊，跟住聽完你首歌會好大動力俾到我啊，或者聽來不及又好，無限回合又好，跟住你哋分享啲故事俾我聽，我就會覺得即係其實即使我嘅作品未必係好 pop 嘅時候，但係佢都有佢嘅生命存在，用生命影響生命。對我嚟講，我覺得佢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作品，所以全靠你哋令到我嘅作品會更加有意義，所以多謝大家。講到咁，當然要邀請你演繹一下你嘅作品，再次用呢個生命影響在場嘅生命啦。將時間交俾 Stanley， 送俾大家無邊嘅祝福。不可以強求，明知不該獻醜，人生激出了重拳，還想起身搏鬥，明知這一個戰場，贏不了就退後，寧願無憾打死不找藉口。牙齒都崩了，睜不開眼，一身沾滿血，還是能享受活下去的自由。然後想起幾個責任，還在膊頭。來吧，就算跌下，亦要繼續爬。記住明日未世界末日，千百都不怕。凝望天空，那分身碎骨，討價還價，盡管困在這關卡，無限回合，一天天進化。始終會各有，回身看着背後，誰願留下專心清洗我傷口？重新開始過責任後你不可糟蹋我，從前讓人屈就，現在成熟了可補救。徒手把一個失落是何看還手，來吧，就算
誰？